同款嘛是跟赛车有关系话题，来看到一台超速摄像机，短短1个月内会当取得违规替县政府加170多万的收入。伫咧彰化丰原乡的岛湾路和路平路12路口，顶个月月底新到一台超速摄像机，因为树机树尾炸掉咧，真侪赛车的人无看到，准若看到嘛反应袂利。导人一天来，互伊翕3张相片，真正是了济啊！根据警察上新的统计，一个月敢若是这支超速摄像机已经开1060张的罚单。莫怪真侪赛车的人拢讲目睭金金人上中，也是卖违规较妥当。岛湾路顶的车驶甲足紧的，毋过驶甲伤凶，恐惊会收到红单。一张红单上少1000人，有民众一天狂翕3张，心内足人的翕相片传起你2林人的大细项代志，各用周星驰的电影台词甲合作，我混一支茶。大家拢爱注意就对了，啊，开裤底的钱较艰苦，啊，若安全嘛真好啦。这树仔炸掉，看袂到去翕相，因为都秘伫树仔后边。不知道的人，他就会被撞。彰化丰原岛湾路甲路平路路口，为丰原往二林的方向，挖丰原工业区的入口，3月加安一台超速的相机，5月底才开始翕，短短1个月就开1060张罚单出去，来用1张1000来算，就超170万的收入，一下就变做二林丰原地区掠超速的冠军，各行叫做政府的财神爷。这边因为过于笔直跟宽敞，在近几年来发生不少的死亡车祸。警方讲，因毋若有采购失败啊，要安测速相机，嘛拢有甲民众讲，毋过因为安相机的所在边仔有树啊，佮有电火条啊，加上路毋若真直，佮真大条，限速60公里，驾驶一个无细力、油门喙角较凶的红单就夹来啊。所以若是无想要防法，驾驶也是较乖咧，好好遵守交通规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